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台北一个1岁10个月大小男童，因为厝内底状况无好，家属决定要甲本人透过儿童福利联盟的转介送到儿母的厝，但是技术后儿母来虐待，过4个月就死亡了。涉嫌苦毒这个囡仔的儿母是一对姓刘的姊妹啊。 因竟然讲出着这种话，因讲儿童福利联盟1个月才给因3万块的薪水，但是小男童无父母来巴结，因讲若是为着钱，根本都无愿意照顾这个囡仔。小小房间内放一个个人的衫裤，车顶顶杂物强要无卡路，想要到伫儿福联盟所看的儿母的厝内是这款的环境，一个查甫囡仔不幸过身。他不让我们看，他说按照程序，他的理由就很简单，小孩子不舒服，有点感冒流鼻水，然后就是延期的。结果他也没有实际去访视，或者是做什么其他的处置，只有说那个保姆这边有带去看儿童家科。 资深媒体人去因兜面试，感觉讲真乱。主播吴宇书伫面试写文章讲，看到这个新闻报道，感觉讲捌去看过，加在这间一直无考虑在内。因用2个多月的时间面试儿母，真感叹讲，若是囡仔生落来无人带，这要安怎？连政府登记在案的合法的儿母，拢袂当互人安心，这是上恐怖的代志。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去实际访视，你一个儿福联盟这么大。 社会局一定也会认为说 ，OK， 你是一个没有问题的单位，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只有道歉就可以解决了。至于儿福联盟的部分，可能有疏于指挥、监督跟照顾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在。如果儿福联盟没有花更多的心力去注意的话，也没有其他第三人可以去知道到底保姆照顾这个孩子的状况。 涉嫌讲苦毒这个姓刘的儿母，这尾2个人伫面试捌写文章讲支持伤害囡仔。 唯一死刑，即摆却是涉嫌苦毒囡仔。平面的媒体曝光，这个囡仔亲戚朋友有野聊，儿母请外国看护，有看到这个过程，烦恼讲卖出代志，只好呢录影自保，想不到囡仔真是死亡。儿母讲，若是为了钱，根本无想要带这个囡仔。 挂嘴暗、白头毛尾，双手互扣掉咧。姓刘的儿母甲因相妹拢被裁定受压。儿福联盟仿是出了大问题，强调讲会成立专案小组配合调查。苦毒囡仔案件，对了，互其他的家长真唔甘，嘛真生气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